花莲玉里的光复路有一间大间的超市，今仔透早有民众看到青烟，赶紧去报案。消防局派出60外个人去拍火，伫早起9点火势受到控制，10点37分甲火拍花，加载是无人受伤，导火原因爱个调查。消防人员接到报案，玉里镇的大卖场乌烟一直闻出来，差不多所有南区的救援人员拢去现场斗拍火。不过，这个卖场的范围实在是太大。 火持续翕烧几点钟，拢也无法度拍花，附近的民众是真烦恼。我们这些住户都是木造的，只有铜罐那是铁皮的，这一层铁皮过来的话，那大火就开始引进来，我们也担心这一片的木造房子这个火灾发生在透早4点59分，花莲玉里镇上大卖场向出现乌烟，因为断电，铁门无法度架起来。 消防员都要用电机甲击开，就去卖场规个暗扫扫，伫乌烟内底找导火的所在。还有消防员因为感觉伤吓，竟然走出来。我们不知道说它有些地方是不是有爆燃物，我们还不知道，所以他们一定要很小心。状况就是里面都是一些易燃的物品，所以说目前还在抢救，目前还在闷烧中。火势一直到早起9点20才控制下来，差不多持续烧4点钟。过程当中一直观察火敢是会倒起来。 到10点37分，火才完全拍花。没有人员伤亡，因为它是非营业时间所以它的员工那些都没有在现场。目前就是火势工程，我们在持续做这个残火处理。因为导火的时阵并不是卖场营业的时间，若是什么原因致使这个火灾，也会调查。不过镇长呼吁民众，厝内若是有电线较旧的问题，都应该量早换掉。哩哩扣扣的物件嘛唔好黑白电，避免发生危险的时阵增加救援的困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